台灣今次意外令到車上冇人生還，成因之一竟然係逃生門俾人裝上暗鎖。呢個情況會唔會喺香港發生呢？譚生話法例係唔容許嘅，業界亦都唔會咁做。不過萬一逃生門位置起火，或者係被外物頂住打爆車窗，就係最快嘅逃生辦法啦。一般嘅旅遊巴上面一共擺放咗4個用嚟擊破車窗嘅鐵錘，兩前兩後，位置都好顯眼嘅。亦都有傳聞話隨身物件，好似係雨遮啊、鎖匙，甚至乎係高踭鞋等等，都可以爆窗逃生。究竟係咪得嘅咧？我哋即刻揾澤 Sir 做個測試。澤 Sir 啊，傳聞話咧，我哋身上面嘅隨身用品都可以打爛玻璃逃生嘅喎，你又認唔認為啊？其實就問啲㗎啦，但係即管做下實驗啦，我哋首先嘗試用各種隨身物件大力敲擊車窗嘅中間位置，原子筆碎晒。哇！筆都碎埋，縮骨遮柄、長遮，簡直就係不堪一擊。用埋女士嘅秘密武器高踭鞋，結果係點？一樣冇用。咁就要試下鎖匙啦。鎖匙咧就其實有啲危險嘅，咁咧我盡量揸嘅時候咧離開少少。好。咁用一條鎖匙定多條鎖匙一齊用咧？梗係盡量一條啦，攞個尖鋭地方啊嘛。都係唔得。都係唔得。咁就軍刀啦。嗱，軍刀嘅話咧，俾你會用邊一把咧？唔會係刀啩？其實呢個係最危險㗎。當你揸住嘅時候咧，線刀落去咧，燙親隻手嘅。咁所以真係要用嘅時候咧，就揀啲側邊呢啲位置嘅。揸住佢，即管試下佢咧。明白。都係唔得。咁如果用翻車上配置嘅鐵錘嚟到敲擊車窗中間，係咪會易好多咧？今日你見我打4下，其實都你見到我用好多力㗎啦。點解打佢唔穿咧？一嚟佢呢個弧玻璃望落去咧似一個直，其實咧佢有少少弧嘅。咁你打落去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咧跣咗四圍，左邊右邊咁跣咗佢啦。測試結果顯示，敲打車窗中間完全打唔爛玻璃。另有傳聞話敲打4個角位爆窗機會大啲，又係咪咧？即刻再試下咧！原子筆又點夠車窗硬啊？縮骨遮啦，縮骨遮柄、長遮打到攣咗，車窗都絲毫無損，高踭鞋又得唔得咧？結果都係敲極都冇用，用埋鎖匙同埋萬用刀啦，都係爆佢唔到喎。咁就用翻呢一個鐵錘嚟敲打角位，結果又唔知會點咧？咁呢個錘有咩特別咧？首先你見到佢特別尖，咁另外咧呢個金屬咧係經過加工過嘅，比一般嘅金屬係硬嘅。咁到啦要打嘅時候啦，咁係咪打成塊玻璃咧？其實係揀側邊呢啲位置。首先咧佢比較薄，二嚟咧係佢呢個加工嘅時候呢個退火位咧係呢個弱點嚟嘅。哇！真係手軟啊！頭先大家見到咧，我用咗好多唔同嘅工具啦，直至我攞到呢個錘仔出嚟打。但係就算你頭先見到我打呢塊玻璃啊，中間嘅位置咧，坑佢好多下咧，都係紋風不動，直至我打佢4隻角。呢塊咁細塊嘅玻璃咁薄嘅時候啊，都打咗我咁耐啊！試問下，一塊咁大塊同埋厚咁多個旅遊巴嘅玻璃啊，係幾咁難打？所以如果真係發生意外嘅時候咧，馬上抄呢把錘仔，專攻佢嘅4隻角嚟打啦！